6,070第14课。7줍句型。巧慧7줍 마음 봐动字句未来式。恰气7촉动词词组。买东西加辣牛。购物牛恰行。准备扯季节。计划切西鬼。照顾大豆茄。关心심库茄。确认땡켈茄。决定他倔茄。责骂谢谢东。称赞对啊茄。重视通牵茄。轻视通胸茄。相信一切茄。同意已吞茄。期待蕊固茄。纠正指正有桑茄。担心심吹茄。怀疑犹豫土巴萨推冲萨。小心섭섭茄。注意土囊茄。做朋友楚波茄。吵架卡醉茄。分离分开卡卡茄。公正公平常用茄。羡慕이문茄。嫉妒妒忌차도茄。改变균도茄。支持겹귤茄。接待내렌茄。欢迎가수 슈。送行기마茄。带路럼치茄。服务相对슈。休息艺术객。结婚枪杀객。献哈达卡大比。努力内电茄。勤奋呼噜尊茄。进步열개茄。放假孔兴东。取法名최민독。船灌顶汪咕噜囊。卜卦목약 참모낭。
闭关，参对参熟，正得获得 top， 政务通达 doc， 引导开示 chi， 调服驴，马翁把敦北 Nancy 表未来式的副词。腿个时间，马上，冷桑，待会，等一下，袋子结啦，明天，桑宁，后天，囊宁，下次，天姐妈，下星期，下礼拜，短差姐妈，下个月，打蛙姐妈，年底，long juk， 明年，桑罗罗姐妈，以后，结啦，有一天，你妈进啦，将来，未来，马翁巴啦，来世，给我亲妈，下辈子，翠姐妈，从今以后，从现在起，他亲切，有朝一日，总有一天 ，namsik， 马翁巴，未来式，将要 ，kiyin kire， 将会 ，kiyin kire。快要 ，gyoburu kare tegire， 就要怎么了 ？joduk， berje， 例句，主词加时间副词加趋向动词加地点。早起天内推吹冷气，天内左手车气，天内刹车。我快要抵达学校。我錄咗叫波魯入機啫。他將要去中心。空缺錯啦，做機啫。主词加时间副词加动词词组。早起天内推吹冷气，天内车气气速。学校就要放假了。錄咗空聲當做度。天空就要下雨了。Namkane charba当做度。主词加时间副词加间接受词加动词词组。早起天内推吹冷气，天内车尾雨，天内车气气速。仁波切将会为弟子们卜卦。
rinpoche loma chola chamo nankire。堪布将要为僧众传灌顶。Khenpo chapa chola wang guru nankire。政府将会为人民服务。师兄去迷茫了，相对熟悉人。向导将要为旅客带路。lâm nhiên去准备了lâm chi切基人。主词加时间加未来式加地点加动词词组。主次体内推急体内毛운바体内刹车体内车次次速。妈妈马上就要到商店购物。lâm sang ama lagi冲康啦牛车夹着肚。学生们待会将要在教室休息。弟子节啦录出嘴录康啦艺术夹起人。会长明天将要去机场送行。桑宁抽嘴南珠汤啦给马切基人。弟子们后天将会在大殿欢迎。南宁罗马嘴拉康啦嘎素秀基人。老师下星期将会去中心翻译。短差节马见拉基缺错啦给古尔切基人。阿尼们下个月将会在寺院闭关。大我节马安内错公布了参数基人。朋友们年底将会在不丹结婚。龙珠啦戳波脆主语啦枪杀夹起人。主词加时间加助动词加主要动词加受词或地点。主次体内推急体内若被车次体内车次做体内车位雷心鱼。佛教徒从今以后将不该再造作恶业。他亲切能被迪贝雷养吉尔切直起买人。众生们有一天将可能调伏心绪。尼玛吉拉卓瓦南吉sem具对斯基人。凡夫们未来将能够现证空性。马翁巴拉所见南吉东尼温松多托基人。菩萨们以后将能够证得佛果。杰拉强sem南吉桑杰吉口胖托托基人。坏人有朝一日将可能长受苦果。南西米度假期东牛去这部牛司机人。好人来世将可能投身善趣。给我亲妹咪上辈，等住啦，给我连司机人。